各位弟兄姊妹、各位來賓，聖誕快樂！剛才我哋大家唱咗一首歌，佢叫做《誰是耶穌》，係問一個問題。呢個問題呢，啱啱就喺我哋唱嘅歌，佢哋詩班所獻嘅詩歌裏邊，已經為你回答咗呢一個問題：誰是主角？誰是聖誕節嘅主角？聖誕節嘅主角係耶穌，唔係聖誕老公公。因為聖誕老公公其實呢係一個傳奇故事，或者呢佢係一個傳聞。話據說以前有一個叫做聖 Nicholas 嘅人所做嘅事，後來漸漸呢就有到呢一種嘅傳統。耶穌嘅降生唔係一個嘅傳聞，耶穌嘅降生唔係一個傳奇故事，亦都唔係一個傳統。今日嘅聖誕節呢，如果你睇下，我哋都未曾諗到啊，嗰啲商家就已經其實喺感恩節之前，佢已經開始推銷聖誕節嗰啲嘅商品啊嚇。無可否認，今日喺呢個聖誕節嘅裏邊呢，我哋參雜咗好多係一啲嘅傳統啊或者習慣嗰啲嘅元素喺當中。譬如乜嘢聖誕樹啦、聖誕燈飾啦、聖誕禮物啦、聖誕老人啦，呢一啲其實都係一啲，只不過係一啲聖誕嘅傳統而已啫。嗱，唔好誤會我意思，其實呢啲傳統咧都係相當好嘅，好有意思嘅。我哋呢度都有棵聖誕樹啦，我哋教會都整好多嘅聖誕節嘅佈置啊等等。呢啲嘢唔係唔好嘅，不過呢啲嘅嘢同耶穌其實係冇直接嘅關係嘅喎。嗱，今年咧好彩，今年好多雨嚇，於是咧好多雪啊。有啲人咧，哇！今年真係要去雪山啊，上山裏邊過聖誕啊。你可以過一個好有氣氛嘅白色聖誕，但係好可能你過嘅只不過係一個好有氣氛嘅節日，卻未必真係有聖誕喺當中。所以難怪咧，有啲人提出嚟話，其實每年到12月底嘅時候，嗰啲人所見到嘅只不過係一啲嘅節日，只不過係假期。人所見到嘅只不過係一啲嘅商品，卻見唔到耶穌，卻睇唔到真正嘅聖誕。所以啲人就提倡咗話，點解要叫 Christmas 咧？點解就咁叫話 holiday 唔係仲啱？因為大家都可以用㗎，係咪啊？咁當然基督徒梗係唔係幾開心啦。啱嘅，我哋抗議係啱嘅，因為聖誕節12月25號呢個聖誕節期呢，1600年前就已經開始定咗呢個日期，一直傳到今日。咁即使唔係真係今日啲我哋嘅慶祝裏邊，雖然係參雜咗好多其他嘅，但係呢個都係叫做聖誕節，係咪啊？不過呢，話又講翻轉頭，我哋唔好單單去抗議。其實我哋都應該帶嚟俾我哋自己一啲嘅反省。點解世上嘅人要話不如唔好叫聖誕，就咁叫 holiday， 就咁叫節日呢？有佢一定嘅原因嘅喎。其實因着咁樣咧，好值得我哋去反省，去諗一諗，到底我哋所抗議想要翻嚟嘅係一個宗教節期啊，還是係想要一個真正嘅聖誕呢？喺呢啲嘅抗議嘅當中，係咪值得我哋去對呢個聖誕節嘅觀念啦、態度啦，甚至係慶祝嘅方式帶嚟一啲嘅反省呢？其實呢樣值得我哋去諗嘅喎。又有啲人攻擊話，其實邊係啫？根據好多歷史嘅呢一啲嘅考據，12月25號都唔係耶穌出世嗰日嘅咁樣。12月25號其實真係唔係耶穌出世。耶穌出世嗰日咧，失傳，唔係話冇人知，失傳。有啲人係咁樣攻擊，咁點解你係慶祝聖誕咧？咁係咪因為咁樣我哋就唔慶祝聖誕咧？咁唔係咁嘅意思嘅，非也非也。其實12月25號
呢一個聖誕節呢個節期係好有意思嘅，只不過留意我哋咧唔好將佢本末倒置啊，將聖誕老公公睇成係聖誕嘅主角。我哋唔好主次不分，邊樣先至係主，邊樣係次。所有嘅氣氛都係好好嘅，唔係錯事，但係嗰啲係次要嘅事。我哋有意思就係話咧，只要我哋知道聖誕節真正嘅主角係耶穌，咁其實耶穌嘅誕生咧唔係一件偶然嘅事。唔係好似好多人以為阿耶穌嘅誕生只不過係宗教裏邊搞一個咁嘅節日出嚟，求其定一個。其實唔係，耶穌嘅降生唔係偶然。耶穌呢一個人物亦都唔係因為當時一個咁樣嘅時勢，所謂時勢做英雄搞出嚟嘅事。耶穌咧，耶穌嘅降生更加唔係後世嘅信徒咧打造成為一套嘅教義，所以咧有一個耶穌嘅降生。原來耶穌嘅降生之前呢，喺佢降生之前2000年前出生呢，其實係意味咗一個好重要嘅一個歷史時刻。呢個歷史時刻呢，就係上帝直接介入到人類嘅歷史嘅當中，上帝直接去到人間。耶穌嘅降生其實係出自一個好周詳嘅計劃，唔係求求其其。喺咁上下時候咧出嚟啦。其實耶穌嘅降生咧，佢有咗一個好偉大嘅目的，並且呢一個計劃咧，仍然係在進行當中，甚至牽涉到你同埋我。所以聖誕節係一直可以我哋繼續嘅慶祝落去。咁到底慶祝啲乜嘢咧？咁讓我哋真係要諗一諗啦。原來喺耶穌出世大約1500年前呢，就已經有記載。嗰個記載佢就預言到咧，佢話佢用蛇其實係指到魔鬼撒旦。蛇咧，因為佢有人類嘅始祖犯罪啊，於是個預言就講到女人嘅後裔。嗱，後裔即係男人嘅後裔，女人嘅後裔意味着一個係出自女人嘅一個嘅後裔。佢要與呢一個蛇就係呢個撒旦要為仇。佢並且要傷撒旦嘅頭，一早嗰陣時就已經開始有預言到啦。咁又大約喺耶穌出世，大約500年前，上帝係透過先知咁話，佢話主要給你們一個兆頭，必有童女懷孕生子，給他起名叫以馬內利。預言到有童女懷孕生子，仲有又講到咧頭先。詩班讀嘅嗰個嘅宣召經文嗰處點講咧？佢話因有一嬰孩為我們而生，有一子賜給我們，政權必擔在他頭上，他名稱為奇妙、策士、全能嘅神、永在嘅父、和平的君。呢一句講明咧，有一個咁樣嘅嬰孩將要出生，喺佢一生嘅當中有一個極其尊貴、極其重大意義嘅目的喺佢嘅身上。每一個細路仔嘅出世，父母對佢有期望。如果係君王家出世嘅，希望呢個人將來成為君王。上帝要出世嘅孩子咧，要將咩咧？要將政權必擔在他嘅肩頭。呢個係整上帝嘅國度。哇！其實咧喺呢個聖經裏邊啊，記載有關耶穌嘅出世，講到佢會出自邊一個家族咧？講到佢喺邊個地方出世啦？伯利恆，我哋讀唔晒咁多嘅聖經。講到佢點樣出世咧？出自童女出生。又講到佢要叫咩名啦？頭先我哋讀到係有叫以馬內利啊，咁佢應該叫咩嘢名咧？甚至講到佢出世之後咧，佢會受逼迫要逃難去到埃及。或者講到咧，後來佢有移居去邊個地方？講到佢嘅身份係點樣樣？依家到後來咧，佢會被人出賣，甚至到咧佢受死，佢被釘死十字架嗰陣時，有啲嘅細節都預言埋喺嗰度，甚至話佢點樣埋葬，咁細節嘅嘢都預言咗喺聖經裏邊。到後來嘅升天嗰啲都一樣，全部又清清楚楚寫晒。呢一切嘅預言咧，有成40幾項咁多。
40幾項咁多個預言。呢啲預言全部都係喺公元前，即係耶穌出世之前1500年至公元前500年之間，大約係有1000年嘅時間裏邊，呢啲嘅預言喺唔同嘅人、唔同嘅情況底下寫低晒呢啲嘅預言。點解要咁樣預備啊？似乎上帝真係唔想我哋認錯佢個兒子耶穌啊！唔好認錯咗耶穌基督啊！唔好認錯咗，以為嗰個聖誕老公公係耶穌啊！唔係啊，嗰個唔係聖誕嘅主角啊！咁可能有人話，咁多嘅預言，呢啲係咪真㗎？係咪啲人後來寫翻落去嘅啫？咁嗱，你有權問呢個問題。不過老老實實講，問呢一個問題雖然係問得好，不過已經問得好遲啦。呢個咁樣嘅問題咧，其實基督教存在咗成2000年咁長嘅時間，都不知有幾多嘅人問過呢個問題，都數唔盡咁多次，經過唔同嘅方式嘅驗證去證明，睇下呢啲嘅預言係咪真係出自古代先知之手，還是後來嘅耶穌嘅門徒、耶穌嘅信徒將佢加入去聖經嘅裏邊。如果真係有咁啊，都唔需要等到我哋今日啦。老早聖經就俾人推翻晒。呢啲嘅證據好多嘅，不過我今日冇咁多嘅時間可以同你講。老早就推翻啦。聖經之所以屹立不倒，一直到今日，因為佢所講嘅係真嘅。冇一個人喺佢一生嘅當中，佢可以係實現咗成40幾項嘅預言。喺呢啲嘅預言嘅當中，有好多唔係到佢話想點做就點做。譬如你出生喺邊個地方，唔到你揀噶嘛。你死咗之後點樣葬，唔到你揀噶嘛。好多嘅嘢係唔到佢可以選擇可以做嘅。嗱，所以呢種咁樣嘅，點解要咁樣多嘅預言講出啊？上帝唔想我哋認錯人啊，弟兄姊妹。今日我哋嘅題目就係誰是主角？呢個主角就係耶穌啊。咁我後生嘅時候讀中學嘅時候，都即係讀教會學校。我對基督教咧唔會有反感，但係咧始終覺得要講到話要喺童女出生，我覺得寫呢啲嘢嘅人，嗰陣時諗下，寫呢啲嘅人會唔會太過幼稚啲啊？童女生子，係嗰陣時同啲書友仔，如果係我寫嘅話咧，喺太平山頂有一嚿金剛石。喺佢北邊咧有9條山脈，正隱約形成九龍吐珠之勢。呢嚿金剛石吸取咗日月精華，天地之間嘅靈氣，喺一個雷雨交加嘅晚上，突然之間爆出咗一個人出嚟。呢一個人咧真係神通廣大，一個關斗跳108000里。你一聽你就知道咁樣編出嚟唔係真嘢啦，係咪啊？聖經講話耶穌係出自童貞女所生，其實係好合理㗎。到我後來信咗，我再慢慢睇，非常非常合理。如果話有乜嘢天地之間嘅靈氣、日月精華嘅話，一定唔會係月亮、星星、太陽，因為嗰啲係死物嚟㗎嘛，嗰啲只不過係石頭礦物質嚟啫嘛。嗰啲唔會有靈氣嘅。你知唔知道天地之間最大嘅奧秘係咩啊？生命。上一個月感恩節嗰時候，我有講過一個報道信息，我提咗一個人。呢個人物咧，佢係一個50幾年嘅無神論者，好有名氣嘅。其中一樣使到佢到最後相信神，佢話生命嘅奇妙係冇人可以解釋。生命係最配得有靈性。其實聖經都咁話，聖經咧講創世嘅時候，上帝嘅靈運行喺水面上，唔係喺水當中，喺水面上邊，喺一切嘅上邊。但係當佢做人嘅時候，上帝吹一口氣去人裏邊，人就成為乜嘢？有靈嘅活人。
所以如果真係呢個天地間有靈性，唔會喺死物嘅當中啊，必定係活物嘅裏邊。而活物當中最可貴嘅係人。咁啊，要成一個人，最好係咩方式咧？喺石頭爆出嚟，哎呀，太荒謬啦！其實石頭係冇生命噶嘛，生命係嚟自生命嘅。到依家科學家都搞唔掂，冇第二樣嘢可以取代。生命必定嚟自生命。所以如果上帝要成為一個人，讓人睇到佢，佢必須從生命而出。咁點解要喺阿媽個肚啊？好重要噶！你知唔知婦女懷孕10月，我哋叫做10月懷胎嚇，其實9個幾月啦。從一粒受咗精嘅卵子，漸漸發展成為有形有體嘅一個胎兒，以至到可以出世呱呱叫墮地嘅胎兒，當中真係一個極其偉大嘅神蹟，當中嘅變化冇人能夠完全理解。咁如果要成為一個人，難道從石頭碰撞碰出嚟 ？Come on， 冇人真係咁蠢噶啦！喺母胎當中出嚟係最有道理嘅，最合理嘅。咁點解要童貞女啊？好似我哋中國人覺得未嫁生仔係咪？唔係啊，呢個係亦都係極其重要嘅事，因為所有嘅人，包括咗你同我哋都係從人意、人嘅情慾而生，我哋都係經過爸爸媽媽佢哋嘅性嘅交配，而之後受卵子受咗精之後，我哋被生出嚟。所有嘅人都係嘅，但係上帝就要做一件事，唔係從人意嘅，係上帝自己，所以要揀童貞女喺佢嗰度嚟到出生，成為人。點解要成為人啊？又係一個極大嘅意義。嗱，耶穌唔單單係聖誕節嘅主角，其實耶穌係上帝一個全盤計劃嘅中心嚟㗎。如果要問點解上帝搞咁多嘢，要讓佢嘅兒子降世為人？咁一般基督徒嘅答案就係話：我係為咗上帝咧，為咗將人啊從罪惡當中拯救出嚟，使到佢哋不至滅亡，反得永生。嗱，呢個答案咧係好正確，不過呢個唔係最全面嘅答案。嗱，當咁樣嘅答案聽喺嗰啲習慣咗以自我為中心嘅人嘅耳中咧，我哋就會覺得：哇！上帝真係好啦，上帝愛人愛到一個地步咧，都連佢個仔、佢個獨生子都不惜。上帝好似愛我哋仲多過愛佢獨生子咁樣。哇！嚟到為咗救我哋喎。哇！咁樣人咧就梗係上帝嘅創造嘅中心啦。人咧梗係世界嘅中心啦。甚至咧，人係上帝拯救計劃嘅中心啦。非也非也。其實你從整個聖經嚟睇咧，人雖然係上帝創造嘅高潮，人唔係創造嘅中心。耶穌係創造嘅中心，因為呢個世界係藉著佢做嘅。人咧，上帝雖然係愛人，神真係好愛人，但係人唔係世界嘅中心啊。耶穌先至係世界嘅中心。上帝嘅拯救計劃係必定包括人類喺當中嘅，但係人亦都唔係整個拯救嘅中心，耶穌先至係。咁上帝呢一個咁奇妙拯救計劃有好深嘅意義喺度。我呢家揀幾樣同你講一講。上帝嘅計劃點解要耶穌特別要嚟到呢個世上呢？第一，耶穌嘅出生係意味著一個歷史上面一個極其重要嘅時刻，甚至我哋依家嘅日曆年曆都係用嗰日嚟到代，因為呢一日正係呢一日咧，呢個時刻咧，正係上帝直接嘅介入到人類嘅歷史嘅裏邊，因此上帝可以完成咗一個整個嘅拯救計劃。第二樣咧，上帝要藉耶穌嚟到呢一個世上成為人形，係好重要嘅，因為藉著耶穌咧將上帝彰顯出嚟，冇人見得到上帝。
冇人見得到上帝。聖經都有話，從來沒有人看見上帝，只有父懷裏嘅獨生子將他表明出嚟。如果冇耶穌基督降生嚟到世人嘅當中，我哋對上帝嘅認識只係觀念上邊，我睇唔到摸唔到。耶穌嚟到唔係啦，耶穌係具體嘅將上帝係彰顯表達咗出嚟。耶穌基督嗰個嘅降生係一個開始。有一個講法話，耶穌嘅降生係為咗佢要受死。生係為咗死，係啊！耶穌嘅降生係為咗死，耶穌嘅受死係好重要嘅，因為耶穌受死佢先至會復活。嗱，復活就緊要啦。復活咧，復活係耶穌可以復活咧，就可以敗壞咗死亡嘅權柄，將呢個權柄從撒旦嘅手中搶翻過嚟，以致咧人咧可以藉着信靠耶穌，不至滅亡，反得永生。因此耶穌復活之後，佢就得着天上地下一切嘅權柄都喺耶穌嘅手中。所以耶穌嘅降生為咗到一個復活，嗰個係嗰個高點嚟嘅，所以好有意義噶。咁耶穌復活之後咧，耶穌就完成佢嘅計劃，一個好重要嘅部分，就升天與上帝同在。點解佢升上去啊？耶穌升天上去，將榮耀歸俾上帝之後咧，佢喺至高處好重要，佢係預備佢要再嚟啊！耶穌要預備佢再嚟，耶穌預備佢再一次榮耀嘅再嚟到嘅時候，就要將上帝整個嘅拯救計劃係完成。喺呢個過程裏邊，包括咗審判，包括咗拯救。其實呢個所謂拯救計劃唔係單單救人類噶，上帝創造整個宇宙嘅一切，上帝都要去醫治這地，上帝要拯救呢個物質嘅世界。原來咧，當人類犯罪嘅時候，聖經話俾我哋聽，喺創世紀嗰時候就記載啦。佢話人類犯罪之後咩啊？呢個地啊都受咒詛。原本上帝創造呢個地係極其美麗、極其和諧，一個好好嘅一個嘅創造。但係人犯罪之後，呢一個地咧都會受咒詛。其實今日嘅世界嘅狀況，正係印證咗呢一句嘅預言。呢一句係3500年前嘅所寫低嘅預言。你睇下今日嘅世界嘅狀況咧，的確就係如此。你見到所有嘅環境不斷嘅破壞，生靈被塗炭。最近如果你有留意新聞，上2個月咧，北極嗰個嘅平均溫度係比佢正常嘅溫度高咗36度啊！高咗36度啊，唔係高1-2度啊！整個環境不斷喺度變化，人類嗰個嘅科技咧好特別啊！人類所整出嚟嘅呢個科技咧，一方面係帶嚟俾人類文明嘅發展，但係另一方面咧，好似有兩頭咁。另一方面亦都帶俾人類嘅毀滅性嘅破壞。有一個人物唔係基督徒嚟嘅，呢個人咧叫做Stephen Hawking。呢個人被譽為咧係自愛因斯坦之後最有影響嘅科學家。佢唔係基督徒嚟嘅，所以佢唔會替基督教講話嘅。不過佢講一啲嘢咧，令我哋震驚。佢有一個預測，你去上網你揾到嘅，唔係我亂噏嘅。佢個預測，佢話呢個地球唔可以再支持人類繼續咁樣落去。佢話最多到1000年，1000年好短嘅咋？基督教都已經2000年啦，頂多去到1000年。佢好多個計數，我唔識佢點計。佢話點解？人類繼續咁嚟到濫用呢個地球上邊嘅資源，地球就會空。再加上好多嘅因素，佢話例如核武器嘅不斷嘅競爭。佢話唔好以為有嗰個咩核武器嘅限制條例，
佢話其實好多共產國家、好多細國家，佢哋根本唔理呢啲，佢哋暗中就喺度嚟到去發展核武器。咁到呢啲嘅進步國家，好似歐美國家，覺得唔掂啊！佢發展我唔發展唔得啊！講中晒，依家又繼續開始有好似核武器方面嘅競爭。佢話呢啲繼續落去，總有一日唔知啊，未到嗰1000年，可能已經帶嚟咗人類嗰個滅亡。佢又話加上依家我哋製造好多嘅改變啲遺傳基因啊，所以我哋啲食嘅嘢咧又哇，有時見到嗰啲菜心，哇，好靚好大棵，好多嘢改造個基因。佢話呢啲嘅改造好多時帶嚟咗佢個叫話 unintended result， 即係我哋唔係想有嗰啲嘅結果，就產生咗好多我哋都唔知道嘅病毒 virus 嚟。佢話人類會唔會到1000年之後咧？唔知。我趁呢個機會咧，最好咧就係移民去火星。你去埋我份啦，火星最適合人類居住嘅地方就係地球。嗱，呢一個係 Stephen Hawking 佢嘅預言。咁人類今後嘅去況如何咧？如何咧？啊，人類嘅結局將會係點樣咧？我請你聽一首歌，聽埋詩芬唱最後呢一首歌咧，我就喺